播放一條去學校旅行嘅影片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我哋用4隻 Marty 代表我哋4位學生。喺影片一開始，有4隻 Marty 喺草地度一邊跳舞同埋野餐，呢個係用嚟表達我哋去旅行嗰時嘅愉快心情。野餐之後 ，Marty 分成2組去玩2人3組嘅遊戲。我哋用咗重複5次嘅積木去控制2隻 Marty 一齊行20步。玩完2人3組之後 ，Marty 就開始玩朱古力波彈彈波遊戲。遊戲嘅玩法係首先第一隻 Marty 會跳舞，然後旁邊嘅 Marty 就會安分追，同佢做出相同嘅動作，直至所有 Marty 都做完動作為止。喺測試2人3組嗰陣時咧，我哋就遇到一個困難啦，就係我哋調校嗰個繩綁埋一齊嗰個鬆緊度嘅話，咁隻 Marty 就會瞓低啦，或者行下嗰陣時就跌親。所以我哋就將條繩較鬆啲，等隻 Marty 可以好順暢咁樣行到。今日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